OK， 两位兄弟平安。咱来看PowerPoint 的顶管，我是耶稣的宝贝，咱来做伙唱一解。嘛请诗班带领咱做伙来，因为这个呢，你看到歌词无歌谱吼，好来。诗班要一起先唱啊。所以听人春风的，好，天的，春天的，那天的要请你比较快，我心灵，好，来再一次直接唱本来。耶稣会听人春天的风，唤啊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会听人心灵的风，发出。耶稣会听，耶稣会听，那春天的风，唤啊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会听，那生命的风，发出香味，看我心灵。我是耶稣的宝贝，每日愿稳定扶持我。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第一开始，请手机啊关机，用平凡的心来敬拜。
咱得着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因为有2个也是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请咱做伙吟诗来学罗上帝，献诗575首，献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世間無論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是诚实、公义、甲慈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使阮会通透过祈祷来向你悔改认罪。主啊，咱是软弱的，咱时常顺着世间的不义甲罪行，影响阮离开主你的家时，也是为着生活中的大小事，软弱咱的身躯，袂记你爱时常感谢阿罗你。主啊，恳求你，互阮每一日所想的、所行的一切，拢会使坚固。我靠你，带我内心单单的仰望你。主啊，今日是音乐的主日，求主甲有传道师同在，互伊透过敬拜甲伊的信息，带咱体会主你的疼，请真侪咱一生的帮助。只是阮用主甲是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谢，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你时时下面阮国父，亲像阮一样下面国外的人，无伫阮支持，求你阮脱离迄歹的，因为国、权限、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同心来启演，启演文第43篇，启演文第43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12章，92信息后壁面。我来启，请兄弟来用交通方式来启演。伫迄日，你会讲：上主啊，我要感谢你。虽然你有对我受气，你的受气已经煞，你有安慰我。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我靠伊就拢免惊。主上帝是我的困难，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救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祖先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一声，恁着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伫迄日，你会讲。要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将伊的所做列班报扬。讲起伊的名，一定受尊重。你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愿这个代志遍传普天的。带着世安的人啊，着欢喜唱歌。以色列城的上帝伫恁中间真伟大。这时，咱请吴英俊宣道师来带咱来学罗上帝，将时间交予牧师。主啊，我心已倚在。我要用我的心灵我了你，他在的时阵亲近你，但是我要好了你。Oh God, my heart is steadfast. Our sin and made me with all my soul.
Awake, I praise you at the dawn.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大日我要呼罗你。Assalamualaikum， Assalamualaikum。你毋知我咧讲啥？毋知吼？是歌员起初嘛是毋知影。当你听到 Assalamualaikum 的时阵，你爱有一个好的心意，我咧讲嘛啥？我咧讲嘛啥？这是一个回应平安的话。几年前，阮有去到苏二、苏五的所在，伫遐落去了，无偌久，因遐的宣教师就台阮教讲吼，你安尼世界各国，恁即个福音团队世界各国伫行搭，来到阮 Moscow， 就爱学到一句话。我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伊讲看到人，若新的朋友，连旧的朋友，是伫透早甲人请安的话，Assalamualaikum， 就是讲平安，你有平安无？你好，所有的好，你拢有，安尼。所以过来你来回应讲，我咧讲嘛啥？我咧讲嘛啥？就是你打祝福，我嘛打你祝福，对不对？你对我好，我也要如此的，再多一点点回应于你，可以吗？好像不太确定哈，不太可以哈。你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如同的你刚才对我这么好，再多一点点，不要说哈，这个再多一倍了哈，多一点点回送给你，安尼好唔好？好，袂歹啊哈，家已经就完你啊，是啊，我们基督徒每日的作息就是安尼，大人请安，大人请安，大领受互人。你有心内有迄种很有把握的那个感受，那个感受就是生命的能量，对不对？那个把握就是永生的一个确据。好，兄弟姊妹，今仔日真欢喜来到遮，我得爱大声唔是讲对我大的所在直直坐首都客运一直坐回来，咱的牧师有大教。咱的指挥有拉讲当你要坐过来的时候，来到教会是要坐首都客运，对不对？那是有直达车，所以我咧伫去年的时阵甲咱的牧师来打电话来接触，我来讲，我是啥物人？是担任这个香碧树音乐国际宣道事工的执行长。我嘛是较早以前伫台北新人医北信台湾新人医毕业的1980几年的毕业生了后我去美国读神学，读音乐艺术演奏 Chicago Conservatory 了后先过来加州继续读神学，安尼时阵天父就给我说你的牧会是属于一种游走型的，伊来讲永准。你是属地迄个四处在牧养的好讲较很济，我拢袂记你讲我是啥物名。好，我的名就是英准，可以吗？看得可以吗？哎呦，谢谢你们不用为我烦恼不用找女婿了。OK， 好，我已经在1年就什么65就退休了。过一档，我就会当满中华民国的65岁退休啊！但是阮遐个宣教师大家讲，伯啊，你敢要退休？我讲无咧，这退休可能是退休了就无声音吗？退休了有可能的原动力就无啊！若无的时阵要安怎？2个字，惨了。2个字很简单，你的能力就要什么？从此渐渐远离你，
所以我跟我的上帝我吝啬了上帝说我大概不走退休制度，我大概是走所谓的一个一直做做到唱到什么最后 last breath， 最后一口气，一口气饮了心阿门，回去吧，可以吗？可以。我的意念很简单，我就只要直直唱，直直吟。咱讲人生路途哪行哪吟，何了上帝，何了我主，大概是这样。古早时嘛对不对，老师哎啦，我昨天看到我们的史威老师，觉得好亲切啊。那因为他给我指导的引导的路都正确，分秒不差，5点钟之前就到达贵教会了。是的，所以英俊的使命就是接受上帝给我的啥，会当写作，会当吟诗，会当弹琴，会当为主来怎么样演奏。哇，这个是相当的，我觉得快乐幸福。又快乐的不得了，对不对？快乐，喜乐就是对安尼来，喜乐就是找到生命的泉源，可以吗？好，英俊姓吴，不是姓陈，不是姓红，是姓吴，所以念起来叫做吴英俊。笑得越大声的，越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接受我自己，因为上帝给我那么样的英俊，那么样的有能力，那么样的有 powerful， 赶快用啊！赶快一站一站来用，是不是？丢了嘛不要丢了拢是我的朋友。当然这一群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这一集嘛你们预备能量，上帝要让你做一个。溪水边迄张什么树？生菜树、生命树、活命树，是有活命的，是里面是长青的，这样的是的，所以透早起来，我唔知讲，咱基督徒唔知拍开的时候，当你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当你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觉如何？不要这是最高级的答案呢，这最高的答案呢。对，当你眼睛打开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多睡5分钟啊，来不及了，赶快这个皮包拉着就往办公室里头跑。”却忘记今仔日你会当尿起来，你会当跳起来的时阵，谁给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跃起的一个能力？谁？感谢主，是的，主，你有提到主，感谢什么？主就是在你上头，主在你四环，环绕你，主在你生命的一个脚步里面的，不是脚步的外围，是脚步，已经是每一脚步都是主在 step forwarding。向前面一个来走步，有无？有想到？啊是今仔日经过我这个细碎的宣告书来讲哎呦，早上起来眼睛打开，不要忘记怎么样去准备拿便当走冲。no， 希望咱今仔日敬拜了，等到这个等一下12点结束之后，不是到12点的有可能到12点今天没了我输没了我们的怎么样？里面装进去的，成为明天的以后永远的日子的一个实践。不管你平素时听到啥话，既然有对你有好意的、有帮助的，不管是长老引带、长老带你牧养，还是牧师带你个别的一个牧养开班，还是有什么小组训练。拢是地胆牧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抓得到上帝的一个脚步，可以吗？可以。所以第一首诗歌，唔好忘记你，透早起来爱打咱的主，
早安呐 ，Say good morning to him，Say good morning， 好不好？哦，敢若无愿意啊，当足济啦。西班，透早起来爱对咱主爱安啊，吟诗而乐请安，可以吗？可以。好，你好，这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等一下哦，要唱一个《洪亮之歌》西边的生命树。好，第一首。早安，我的主，我们一起来。高早，我的兄弟。音乐大，对，太小了。好，赶快。好，再大。清晨时刻，我临苏醒，向我的主 say good morning。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再大一点，清晨时刻我临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得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得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你的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我已经养成每一天下早起来，我目睭天光就想着吼，今天就是属于我的耶稣，今天的日子是属于你的。好来，咱后半段这来敬好啊！清晨时刻，我临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清晨时刻，我临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得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得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着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着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你的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早安，我的主，早安，我的主，你的主同在。欢欢喜喜赞美你，今天的每分每秒，今天每分每秒，来，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着每一天，我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你的主同在。早
喜喜赞美你，哦，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阿门。各位，你的生命精神苏醒了吗？苏醒了。醒多少？100%还是超过了？超过了嘛！天父与你同在，与我们同在，与我这个小人物同在了，是吗？老早就同在，不是今天早上起来才同在。老早我的心意就已经什么？林牧师的跟你们教会的长执会的一个预约说，4月有5周嘛哈，4月有5个礼拜。第5个礼拜来做的音乐娱乐礼拜，好唔好？好，我听了讲吼，来做音乐吼，音乐是我的本事，娱乐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一个本分，这样的。所以哈，把那个哈很重要的工作，本分的工作贴在心里的时候，宜兰的南洋哈，台语叫做南洋啦哈。对不对哈？我本来是讲南洋嘞，结果牧师跟我说太勇的勇，还有勇哈，安尼哈。是的，南洋丢了教会，我还没出发的时阵，我在今年还是去年就开始已经念了，放在我的念念有词的祷告栏里头。各位，宣告书的是安尼，要做的事工，每一个合场。为南非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要去的每一个教会，不一定是咱华人教会，有时候是当地的原住民。所以我这一身，这个衣服是South Africa 的一个 Zulu tribe， 祖鲁族的他们的赞美衣服。所以讲，从今以后。我到世界各国的每一场，我一定要记得带，而且要穿上，不是带着走，要穿着吟诗。阿你我有听话不？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是不是？你说是，谢谢。要听话，因为上帝就是伫咱的心内底，伫咱的身躯的这肩胛头面顶，伫咱所有的敬拜的灵魂的头壳内底。底下已经跟你成为一体了，就是这样，好简单，同在了，成为一体，真的很好。所以几年前我有个写到一条歌，要写迄条歌的时阵写那首诗歌的时候，很奇妙哦。我想到一个旋律，那个旋律是我哼给大家听你们来猜猜看。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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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滴哒滴哒滴滴当，是不是？我唱的已经是3个句子了，你才猜出来，对不对？我一定慢慢唱，慢慢给你们回顾，恢复印象。是啊，这首歌的旋律是儿童曲子呢，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曲子呢，竟然在我这么一个过了55、60岁的一个人的一个身上，再次的谱起来，你看有奇妙哦。是不是？好像忽然间想起了主日学的一个时间哎呦，是哈尼啊可爱，哈尼啊高追安尼主日的老师不断的好来，咱做来吟好几百个主日学，我是高雄真金标了教会幼稚园不是，那个主日主日他说耶稣听我就用一个长鞭嘛，对不对？古时候。50年前有没有都用那个看板用那个不是打小孩，那个都是纸的积极去个家跟着我吟，对着吟来，注意的好像对着我吟，
我讲啊，我就是汉尼啊吼，足听话啦。迄物叫做公公，毋是公公二，是悄悄啊吼吸收，真的有在吸收。结果哈，上帝的那个哈 logos， 上帝的哈音旋律的那个道，就落在一个哈小麦子的身上。这个小麦子叫做我英准。小麦子是不是你？啊，是不是啊？你卖弟弟球啦。就是你在做了，你已经是啥敬拜上帝的你了。好奇妙，你别讲奇怪，因为上帝的某一个字句、某一句话、某一个旋律，好，说不定呢是成为你在现在的可能是困境中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写了这首诗歌，更爱我主，更听我的主。咱这位来领袖，好。我的生命的主起来，叫最形象列作地面，付出当行，带我向前，以我的生命正最地面，我希望专心听主，用你的心歌有个把关，为那听你，可靠听你，予我的专心，那听我做，做我听你，专心听你。天兵离去，可专心找你，为那听你，可靠听你，我该听主较亲。All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more to be your vessel. Long life journey, lead me forward. My life is a great miracle. Oh, for my life, my whole heart, may you send the oil fits me. Love you deeper, love you more, deeper every day, more of you, God. Oh, I love you, oh, heartedly, pray sincerely, honestly, pour out my heart, love you deeper, love forevermore.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我可以听主。
亲，我可以听主较亲。愿咱的敬拜，拢得到咱的主对咱的生命的栽培。下面这首诗歌更较重要，重要诗歌要拜托咱的圣歌队吟出来。咱的每一个人的敬拜，拢是亲像伫溪水边边啊有树啊，迄张树啊是继续被上帝浇灌溉的那个树。那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生命的活命树。咱做伙来领受。
愿一切水的歌声，食做芳芳的节，达到上帝面前得到最欢喜甲感恩。圣经现在来读以赛亚书第41章第18节到20节，我来读现代汉语本。我要伫臭干的山顶开工雨，互山谷唱出水泉。我要互沙漠变作水池，互大树的地成做泉源。我要伫旷野种布香树、金夏番树、长青树、橄榄树。我嘛要伫荒坡栽种橡树、山树、黄杨树，互伊变做树林，安尼人民看到就会明白，这是我上主的作为，会体会了解，这是我以色列圣神的上帝创造的。那我现在再念和合本一次。我要在光秃的高地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栽植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在沙漠一同栽上松树、杉树和黄杨树，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亲手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的人，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日为咱尽到的是，吴英俊宣导师，伊要分享题目是“手的恶路”，将时间交予宣教师。兄弟姊妹，咱已经将咱的心灵坐伫上帝敬拜上帝的殿堂内底。我们再一次的向上帝来祷告，咱这回用咱的心搁一遍上帝祈祷。天父，你是我们的永生的父，永生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敬拜不是单单是第7日安息日而已，我们乃是要每日清晨时刻的时候，向主献上每一天生命一开始的一个注定充满的一个日子，那个时刻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刻。愿神的灵现在眷顾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的一个圣殿里头敬拜的每一份心灵，每一个心灵里头都得主耶稣的造就跟充满。我们如此的交托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来，按下面大的OK， 好，来，咱图片看到什么货？看好清楚哦。好，牛无唔对不是驴也不是马还是之类其他的，牛，没错，大家目睭跟真眼力，眼光真好，那为什么虚教师会用这个图片作为开场白呢？我对远远的美国牵一只牛回来，是要创什么会呢？做什么会？介绍恁啉牛奶吗？没啦，没有啦，我不是商业的一个推荐不是这个介绍产品的，不是。牛的边有什么英语字 ？God milk， 对不对？这个图片很类似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商业广告，就是一只牛安尼走过来，走过来，后壁对咧 GOTMILK， 你后边搁过来，搁走过来，搁图片都没有声音，
拢无声音，但是吼会晓看的人吼，就知影讲吼，伊咧做啥物货？牛年广告啦，对不对？牛年广告啊，谁人讲吼 ？God milk， 你爱讲个牛年，又讲吼，可能来，恁伫看电视的人吼，恁有咧啉牛奶嘛？还是拢咧啉咖啡？咖啡啉了吼伤济吼，茶啉了伤济吼，其他饮料伤济也无好，可能就是甲咱提醒讲吼，牛奶是有益于你 ，benefit to you。Your body and circulation, body health， 身躯的健康需要啉牛奶，所以伊即个吼 God milk， 伫逐日提醒讲吼，你有咧啉牛奶无？有的人吼足老实的，无啉牛奶，你不喜欢喝吗？因为你嘛无爱啉嘛，啊无爱啉谁人生咧遐尼健康？无你其他有养生茶吗？啊，其他有养生茶吗？豆浆哦，豆浆营养分哈不会比 milk 成分还来得好。有没有我们的一个医师？有没有医师？咱贵教会拢无医生啊，一定有诶，营养师一定拢推荐诶，推荐 milk， 唔管迄个口味你有介意啉无，迄个会吼material 需要，真正是人的骨骼需要，好安尼，所以上帝才会创造到在所有牛来的，不是就只有野牛啊，还有温和的一个乳牛。哇！我带一头乳牛回来到台湾来，乳牛 got milk， 你有啉无？我每一遍转来到台湾的时阵，我拢会去走去那个711内底。老师啊，你为什么这样望着我？好像很惊讶，711不是911，明白了哈？对。凡是你需要往往711冲进去，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好简单。那里面有我的，内底有我会足介意啉的。我已经跟我的孩子说，好，每次老爸回来，他们都讲英文哈。每一次回来，我到台湾back home 的时候，我一定找瑞插牌。瑞插牌，你如果不懂中文，不要紧，他1月有回来，我说你就问人家，你会讲中文，你就瑞什么牌，安怎嘛？嘿啊，我无替因广告了还有一种零插银嘛袂歹的嘿，喝了满足我的一个味觉，满足我的一个 savor， 一个 tongue savor， 所以这种有利益的物件，你就会去挑找，甚至好的方向，你就会去遵行。基督的门徒就是这样，你在寻找一个道，这个 logos 就是什么？有永远性的，就是有持续性的 consecutive 的一个一直连续性的一个走到那里，耶稣的门就在那里为你而开了。耶稣的门，耶稣已经派天使了天使在那边等候了。的确的，所以 God milk 就是我要跟你们介绍了好的东西，你有没有去买？去就近去采购。好，但是第二个图片更加的一个提醒。更加，你看到啥？一个囡仔，迄个囡仔愈看，是不是恁孙啊？越看，是不是对了？就是恁孙啊伊咧做啥物动作？正手举起来，倒手咧摸心肝，哎呀，甲人咧烧肉，对不对？糟糕就串嘞。老师是不是很像你的孙子嘛？这么可爱，他在做什么？
哎呦，你马上看图解破了，解说哈，就这个哈看图啊就好阐明一切了。GOT PRAISE， 他在赞美吗？我敢说肯定。下一句 certainly 的一个 answer yes， he's praising to the Lord， 他在做某一个动作，那个动作不是外表的动作，是有什么啊心思的，摸心肝，搁举手，有无？咱这儿童，今仔日有迄个儿童伫遮，无啊吼？哦，对了，就是没有带那个儿童儿童主日学老师很重要。我跟你说儿童主日学老师影响我50年，无永远的50年。她是女长老，一个女的长老，过来，搁是接下来高级班5、6年级高级班。这是我的大姐，又影响我，所以每一个教孩童的主日学老师何等重要了。这个囡仔，我愈看愈像什么人？吴英俊啊，让你笑一笑也不错。为什么？看图越来越像，就像你，因为情境，你是看到里面的一个情境的一个意境了，你看到内底讲是啊，meditating， 做深度的一个思考，深度的一个这个冥想，很好啊，真好，我喜欢。这个囡仔呐，可能那今麦大汉的，不一定真做这带领布道会的一个什么，影响整个这个会场，几万人的会场的一个牧者，还是福音歌手，这也说不定。所以，麦子，小树可以长大，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你是一个细粒麦啊，种了了，压了了，咚 ，OK， 让你长大，因为在神的一个 irrigation 的上帝的带你定时的灌压内底我讲你会大汉，像安尼。我虽然生了无到180公分，第一个礼拜我到台中高铁火车站，一个180多公分的男生，一位长老到高铁里头拿着牌子，长老拿着牌子，写我的名字，传告诉我名字，3个大字看板 ，OK， 好。A4 了这样写我的名字。好来，等到怎讲？长老有想到这 idea 我今仔带你这个少年啊，你生个180几公分你虽然是拄是细粒尔，但是互你有机会，好来正人的面前好来寻找吴义俊。你有没有明显？有啊。但是伊讲我唔敢啦，我当然放伫胸前。180公分的以上的男生，长老讲行较悬诶，慢慢举高。最后举高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名字高高的在那个出口处了之后，我就看到大概10几公尺了，我就看到我的名字了。是啊，高举起来，让寻找的人看到你。一样，请问，咱有伫学乐无？你今仔日起来有伫学乐无？学乐对咱的基督徒来讲的是有够重要的一个课程，真重要的一个课程。所以，咱伫最近迄个台湾的时阵，拢有一波一波的水，对不对？落雨也有水，遐日即摆，恁想讲，如果万一有一天咱的居住环境的内底无啥物水的时阵，迄个水源欠缺的时阵你会烦恼袂？会无？
会烦恼啦，互我知影者。我无强迫你举手哦。好，多谢你。大部分大概6成7成会烦恼，恁会烦恼正常，袂烦恼无正常。真的啊，你莫叫是哦，我不喜欢那喝水，水哦，一缸你无啉的时阵吼，好来后无要紧啊，带过去。第2缸若无水的时，你搁无水通去啉的时，伊讲啊无安尼舔一舔舌头就好了，舔一舔，对不对？舔一舔。第3缸你若讲哇，那啥啦，伊搁无水通啊，通啉，无水通啊供应来的时阵吼，我讲吼。身体的一个70%的一个水量的一个水分逐渐降低，逐渐的一个流失。第4天、第5天在缺水的时候，先枯养分水分无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虚脱，你就脱水了，你就缺少那个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命的能量了。啊嘞，最后第5天搁无水。你就是陷入coma， 就是昏迷。我不是黑白讲的，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懂得这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能量渐渐耗尽、渐渐消失的一个这个现象。是啊，因为你即摆你敢有为着欠水来的烦恼，来的甚至来的这个把欠水放入去伫你的祈祷的祷告栏内底呢？祈祷项目内底有无？有人为着欠水、无水、民生问题阮是张乐较是表率。这个叫做杞人忧天，是不是？对不对？哎，还好我成语讲对了杞人忧天的人总是比一般百姓还要更早一步来发出怜悯的一个心灵，可以吗？总是比大家还更进一步思考到，是啊，为着水欠水来烦恼来祈祷的人真正是迄真正是会把咱的心灵开阔，讲这是正百姓伫用的物件，毋是我一个人伫享受伫会当啉着水享受会到会食物，毋是。他那诗班已经吟出圣诗内底圣经诗篇内底的迄个信息。圣诗第一篇的一个好，第一篇的第1节到第3节，伊只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点罪人的道路，无坐侮慢人的座位，独喜爱耶和华律法的，入迷善思。这号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叶未打去。既然伊所做，拢一尽亨通。第1节到第3节，你看，伊讲不从、不战、不做，几个不？3步。圣经内底的3步，圣经里面的一个3步，开门见山。给我们凡事要敬拜耶和华全能主的人，有一个原则，这个就是3步生命的原则。我把它定义为生命3步原则。3个唔通，这个唔通，对咱有约束，但是对咱的心意有好无？唔敢肯定呢，会摇晃呢。张乐安尼敢好？唔好啦，这3个步那步后那3步对我受限很多呢。这个3步跟国家中华民国 ROC 3步的不同不什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3个唔通是对咱基督徒的生命的基本概要，基本的一个起条，可以立得住的一个原则很重要。3步，通通都是要给神的百姓有美好人生的一个导向。1节到3节，诗篇诗人开门见山就说好了
众子民啊，众百姓啊，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最不好的就是亵慢人。什么叫做不满人？就是无听上帝话的人，就是跟上帝 against 去抵触 against 的人。所以对这来讲来说真重要，就是会当互咱知影讲，迄个三个唔通是对所有的敬拜上帝这主民是真重要，是有迄个一个益处的。当咱做伙来想，第一个，树要大汉，需要有水的一个供应。第一篇第3节，树要生长，需要有水的供应。这个供应呢，我们来思想树的生命功能、生长环境、成长条件，提供好的资源，有没有？上帝有互你环境无？环境会当互你住伫迄个高级的5星级的一个这个豪宅啊有没有住那个3000万、5000万的？这里有没有3000万、5000万？没。好，成长的一个条件呢，一定要让你这个达到某一个生活机能每一个月赚10万、20万才能来敬拜。上帝说：“上帝啊，你给我的条件已经满足了，我已经够了，不错。还没有达到10万的时候，哇，我还继续奔跑吧，我还继续去忙我的事吧，有没有？也不需要 ，OK。接下来提供好的资源，迄个资源伫你环境内底，资源你安设一年你就感觉讲那个资源其实你想要去怎么样采购什么，你想要拥有什么，其实都是已经是放在你的生活居家里面的一个用品了，你都够了，拢有够。伫以赛亚书41章的18节，我要伫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干地变为涌泉。近光的之处，什么叫近光之处？伫头拄咱的书会的即书伊讲迄个无就是光秃的，就是光秃的，英文叫做 barren mountain、barren place、barren desolate 是荒凉之地。荒凉之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生物，还是没有什么植物是种在那边，可以成长的在那边。但是这一句话，上帝为公近光的高处要开江河，居然在那种荒芜之地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水泉出来，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干地变为涌泉，很奇妙。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我有读到一个故事安尼，迄叫做一个老人，迄个大家在透早起来，就拢去倒边，摕粪机去拔物件，拔土过来正平，拔，1年、10年、20年，按拔过来时，到尾伊将迄堆土全拔过来正平。那个故事叫做什么？好，如果你答得出来的话，表示说我们是同60岁的年纪。有影我会感觉讲袂歹啊，我找到知音了，对不对？60岁了，你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伊索寓言》OK， 故事的时候，你有感觉迄个老人叫人老人是还可以的叫人愚公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有淡薄在 teasing， 在嘲讽人家。我讲愚公不愚公，
他是靠意志力，每天去左边，怎么移到右边，左边移到右边。到了他要结束他的人生的时候，从左边的移山，把左边的那座山移到右边来。你看他的意志力啊，贯彻力啊，有没有够？啊，有啊，比我还够啊！我干嘛安尼？头壳安尼无代无志，过去倒边不迄个头，不投，不来架边。等到我70、80的时候，把整座山都移过来。其实不要叫人家愚公，我还想不出来怎么样称呼，但是我认为这个故事的人物是很有意志力的、贯彻力的，可以吗？很有真有这个决心力。是的，上帝给咱是贯彻力的，但是不是叫咱去黑白不投，不投安尼。我要使甘地变为涌泉，这个愚公。这个人物，这个老人，敢有影讲逐工去迄个伊的头前掘安尼每一工10公尺、100公尺，掘超过20担了真做一条真大的沟啊，了个倒水入去，互伊真做一条大河，有可能无？有啊，无可能啦。我的意思是说你有办法是每天去你那个前院遐掘到一个足大的沟啊，了你个担水来台倒咧，真做一个变成涌泉，有没有办法？当然没办法吧。我跟你说我没办法做到，真正我无法度，我的能力真正不是安尼。所以这句话就是我就是我主耶和华的全能。我要使甘地可以变成涌泉，可以变成开出一条江河出来。你看多奇妙啊！树的生命功能，就是已经让你有足好的资源啊，良好的资源，等着我们来享受。第二个，树啊的生命是要来学乐的，成为赞美上帝的树，而且要成为是哪？大长，不是细长的。较大长，我虽然生了不是真悬但是我总是说主啊，我要从哪一方面领受你的大的一个有能量的一个馈赠呢？上帝讲，你对细汉的时候唱歌就是一个哇哇叫啊，对不对？唱歌哇哇叫。我老爸是一个宣教师，嘛是宣道师传道。伊搭讲我咧抑个细汉的时，伊搭讲英俊啊，会顺啊，我日本名叫会顺英俊。你的声音，你的声是真，你真爱唱歌很喜欢唱歌毋过你个人唱较水的。我互阮老爸即句话真正讲一个，我讲我是你偌歹听，伊讲你有声你原足爱吟诗但是你的音色会当去改进的。我在找一个老师好唔好？我听了讲不错的引导哦。我国中的时候就给我找声乐老师啊，所以给我这个少年的一个中学的一个年纪的人，我会当去学声乐他慢慢知影讲，哎呀。声音是需要人家教，声音是需要去知道怎么样发出声量，运用，对不对？森哥队好嘞所以这个歌唱队员，恁已经知影讲肚子很重要哦，不是肚皮，肚子，巴肚内底有啥物？有啥？有巴肚，有胃啊？唔是啦，巴肚内底有一个啦，横膈膜。那个 diaphragm 就是歌唱的动力点，对不对老师以后加强这个理论歌唱的理论。是的，原来俄罗上帝是爱靠那个了解，去明了你的一个动力点，整个
横膈不是就只有前面区而已，一个横膈膜，横膈膜是一个环状，一个 sphere 的结构，那个横膈肌，每一个人都有。张乐啊，你嘛有？你有咧唱歌无？有就爱加入啊。我今仔日好像有点强迫人家，但是那是有发乎很艺术的一个本性。真的，会晓唱歌的人，较紧加入赞美上帝的行列，可以吗？可以啊，很好啊。所以安那时阵呢，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要来好主来使用的，让耶稣来怎么样？不断的changing your life，using your life， 改造 reform， 改变改革，把它改，一直加强 ，consolidate your life strengthen， 好你的生命得到坚固，好的不得了，真的是好的不得了。等你一个青春，你还有生命无？有无？有啊，有生命就是青春。还有气息的人，就是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凡事 all creatures shout to the Lord， 向上帝欢呼。所以你不会很老，因为你要有气息，还可以在为耶稣而发出赞美的歌乐出来，这就是颂赞生命，好不好？同意吗？好，同意我才继续讲第3点。OK， 好来，第3点，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咱做来念嘛3，请。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结果子，出好使命的果子，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好叫人知道看见。知道、思想了，最后开通了，明白了。头到第2点，我来补充一下。伫遐有咱搁转来第2点好，成为上帝的大树了我们也一起来念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是的，这里有几种树木，5种、6种、7种以上。伫这节内底就有7种，圣经内底也有其他真侪种所以这7种内底，兄弟姊妹，你一定爱选，今仔日你来敬拜。爱选一丛你想要真做的树这树拢是是有价值的，拢是有功效的，拢是好种的。咱来接受，来，你要选哪一种？我喜欢番石榴树，因为番石榴可以了喜欢吃吗？喜欢好来，还是橄榄树，橄榄树可以榨油，那橄榄可以经济效用是不错的。是来张乐，你要介意哪2丛树足歹种的逐种树拢真好，黄杨啦，还是香柏啦，好不好？有没有香柏？来支持香柏，香柏谢谢香柏等一下，请你上来跟我一起唱。惊着别，不管你选哪2丛树最后4个字好的不得了，我就是都是看重这4个字，然后呢，天天仰望上帝来喂养我，与我同在。然后4个字，一同栽植。台语叫做伙栽种，做伙来，无有一个是被放在外面的，放在树的一个外面的。如果一个荒漠就只有你一棵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很无助、非常 lonely？ 有没有？有啦，一定会的。规个山坪打你1丛香柏树，
鱼不就打钢铁吟诗而乐哈，创造给我生命的一个哈，创造天地的主，安尼是知道，会感觉我乃拢吟到1年、2年、10年拢无伴，你一定会拢吼，希望愈吟愈济，愈有遐规个山坪拢是树群，对不对？一批的一个哈，整个树拿，是啊，一同得灾子，一同得灾子。我小时候啊，读书啊，因为我是排我家的老七，第七啊哈。哇，阮爸爸安尼哈，伊讲，不要囝，你读书哦，你是会不会读啊？我说我有读啊，你读了怎么都没有在3名以内呢？哎呦，我都不像啊，正好我老四老二老大，他们都很会读啊，伊拢伫高雄乡中啊，了呆出国，我讲我没办法呢，但是我真的认真呢，伊讲你是有专心去读无？这册英语啊、数学啊，我讲有，我都有遵循你的一个交代，啥那无吼伫吼3名内。我讲我就尽量啊，我的智力不太好啊，对不对？咱智力不太好的时候，会不会起疑心？你不会但是我会呢，因为我上面的人都把我正好，他们尽管读就好，把我距离都拉开了，我连10名里头都没有嘞。但是后来啊，读到大学了，新郎一毕业了去美国演奏的时候，我读出读到这个一同得灾子我读起来信心大增。为什么呢？因为我老早就是我一棵小树，居然被上帝来怎么样？拢是伫迄个暗中打栽种，打我呵护，打我保护，迄丛树如今变成大树了。我今仔日会当伫遮为主来吟诗来做见证伫众人的面前做见证的时，这是蛮好大呢，蛮胆量呢，蛮有装备呢。上帝的全能也专灵，使我得以为他写出我要写的一个很多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写了大概有好几百首，是咱台湾人还是咱长老教会吟的圣诗的合唱的音乐。所以我一生。我让跟我讲，已经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啥？我已经将我的一个怎么样心力都是投资在赞美上帝的一个写作里面了。我灵歌唱，很多人都在唱英准所下来写作的一个作曲的一个曲子，属于赞美曲，属于音乐厅、台北音乐厅演奏的曲，朴树拢伫打演奏我的钢琴的，还是声乐。连美国人都听我的台湾现代艺术、现代作品的音乐。上帝你栽种一丛树拢是根据这个原则，一同得灾子。阿门，阿门。所以我们到下一个是第3个，活出你的生命价值很棒。41章的20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跟怎么样？诗篇的第1篇第3节，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结出果子，使果子结出有使命的一个果子，结出有使命的果子，相互相成，互相辉映。这2节，1节到3节，到18节到20节，拢是有够重要的对等句生命支持点。今仔日你来敬拜，袂互你空空，因为你等于会去看诗篇第1篇、规篇看了，把它看完，你会去思想说，今仔日英准传道书经节真正是领受过来。以赛亚书41章的18节到20节，的确对你的生命有功效。未来要爱行的脚步，你会去交托的一个祷告。咱结论来讲，148篇9节到12节，咱这位来念好不好？大山、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
野兽、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少年人和处女，拢当赞美耶和华。你却都当赞美耶和华。哪些人物？所有的啦，所有了哈。你看，一切英文哈就是很简单的 ，all creatures， 所有的有造之物是生物啦。我们也是一个物的一种嘛，对不对？咱的生物哈，是啊，咱的生物100万种内底的一群，拢着耶和华来发出俄勒的声。有首诗歌嘛是我写的，千万个祝福。我只唱顶半段就好咱的语音上半段语音有没有在那边？好，来，千万个祝福，好，歌词。全地眼光，耶稣的定感动我，赐归花开，你爱情也过就旁，全地眼光，耶稣的定感动你，赐归花开。爱情也过就怕，山里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我出生起来清芳寺庙，山里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芳寺庙，将我爱情献予你，你的那有别酒，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山里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芳寺庙，将我爱情献予你，你的那香白酒，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下面阮的一个。事工香柏树 City Music Ministry 去甲70当来去甲世界各国无同款国家的一个事工的影片宣导事工影片咱做伙来看好，昨有伫释放的时候本来是有音乐即嘛我就用看图说明来。这就是阮的团体，伫美国洛杉矶成立的团体，2006年的6月今年到6月就正做17周年17年。首场音乐会伫洛杉矶的福音教会伫遐做千万个祝福拄啊是这首千万的祝福的首场音乐后来了的2档歌了。就开始出版阮的作品，去到 New Zealand， 去到 Chicago， 去到 Melbourne。2010年 Melbourne 的遐卫理公会、圣公会，拢是大宗比长了教，因为遐是英国的迄个教会路线。去到灵粮堂去到灵粮堂2010，佮飞转去美国了，佮往迄个。圣保罗巴西圣保罗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遐宣福遐差不多母吉啦母具母义长老教会，迄拢是咱早期的台湾长老教会信徒伫遐
做移民哈，70年前有真好的见证哈，伫遐起做教会哦。了过当年去甲阿根廷伫遐信仰院教册教音乐的敬拜，阿根廷的长老教会，阮一定拢有爱去宣导过拜访。了就有机会倒来伫台东景星景星长老教会伫遐。后来 New Zealand 圣乐大会，这是全世界性的迄个1000多人伫遐我有伫遐拜访原住民毛利人。伫3年前毛利有一团毛利原住民族嘛是甲咱倒来伫遮有咱遮总会的牧师伫遮做教台接待做巡回的环岛演唱。我们3年前我跟我师母也回来过，后来了阮去甲伫迄个约翰尼斯堡南非的首都的南边，遐有一个深山 Emmaus， 这个图片是阮去团队的时阵，要结束1个月要结束的时阵，去互黑人抢迄个台湾的车门拍开，起来台湾整台湾木到哀叫，阮迄个宣教师嘛是去互木头木到拢分两去我是去互整甲几个还好迄个第3个抢劫拿刀拿枪迄个都已经预备了，还好我没有跳出去。我若跳出去了，大概1粒枪支就结束啊，安尼所以安尼伫遐有受惊受害，但是受伤的程度会真保守啦得保守。后来之后，布农族的2016也来到我们美国，伫遮咱的长老教会布农族长老教会阮去甲南湾的长老教会。那个长老教会的那个就是去年发生的那个长老教会，那个实在太惊险了不晓得政治力的介入是这样子的大概所以短短的3分钟影片，这就是阮2006年到今年2023年快要满满的17年，这17年来真正是拢是互真侪教会。兄弟姊妹，牧师台湾祈祷，台湾支持，用金钱用祈祷台湾做阮的一个 big up supporting the prayers 真正是算袂了的啦所以这段路倒来咱伫迄个今仔敬拜周报内底有夹到一张阮的粉红色的这么一个香柏树音乐宣道事工的这个奉献兄弟姊妹，这你若有感动对阮的这个事工，真正是有这个款的负担的时阵，愿意诚做阮的后边的帮衬达阮支持，无论你几百安尼累积起来先诚做阮的下一次到更远的一个远方之地的一个这个所有搭飞机的一个费用事工的这个费用。那今仔日无方便，后礼拜嘛会当继续来遮来继续奉献。好就安尼我带一首诗歌，我是耶稣的宝贝。咱吟了时我会跟你们做祷告的结束。我是耶稣的宝贝，咱做伙来吟。这里就好好来这里。好，先乐队咱吟完较大声我是耶稣的宝贝。耶稣的听那春天的雨，愿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的听那生灵的风，发出盼味看满我心灵。好，来，搁较紧的来。耶稣的听那生灵的风。愿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的听那生灵的风，发出盼味看满我心灵。我是耶稣的宝贝，因为只有阮的扶持我。我是耶稣的宝贝。
慈悲，温柔款待我。我是耶稣的宝贝来，我是耶稣的大声吟，我是耶稣宝贝，因为你永远的父亲我，我是耶稣的宝贝，因为慈悲温柔款待我。今捌主耶稣，我就大福气。伊看我那宝贝小命命，伊对世界我使我新生命。我是主耶稣上好宝贝，今捌我主耶稣，今捌主耶稣，我就大福气。伊看我。小命命，伊对世界我使我新生命。我是主耶稣上好宝贝，我是主耶稣上好宝贝，我是主耶稣上好宝贝，我是主耶稣上好宝贝。来，这位祈祷。主耶稣，你是阮的帮赞，你是阮敬拜者伫地面上敬拜心灵的瓦靠。阮将阮的生命、将阮的灵、将阮的敬拜心意献予主耶稣，就是因为阮确信，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若宝贝小命命，若宝贝伫顾守阮。感谢耶和华给我们的一个恩待，恩待我们每一日作息都如健康，都有健康的脚步，都有健康的灵，为耶稣来赞美，为耶稣来奔走。愿你来接纳阮今仔日学乐敬拜的祭，安尼祈祷拢是靠大有快乐的主，阿门。好，到苏内。请咱今日同心用许多经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十字玛利亚出世，伫坟场跌倒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无因父，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现甲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当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教会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咱请简秀美执事甲尤佩瑜执事来施献。
听阮的天父，愿感谢你，你创造遮尼水的山谷、溪水、花草、树木，搁创造人享受伫当中。毋管原是尊贵，也是卑微，有钱也是无钱，你拢甲阮惜命命，因为你讲。 原是你手顶的珍珠，心中的宝贝，你要听阮到永永远远。感谢天父，阮甲这个感恩献上，互教会使用。望你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现在，这是咱同齐来当本周的金句，咱用现代汉语本来读。请，我要让出岛的开江河，互山谷沁出水泉。我要互沙漠变做水池，互大水地变做泉源。 我们先用国语和合本再念一次。我要在光秃的高地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以赛亚书41章18节。好，这时候我们来迎新报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的朋友吗？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点，今天谢谢吴英俊牧师来带我们做一个美好的音乐礼拜，我们谢谢吴英俊牧师。那礼拜后就将继续召开长执会跟小会。第二点，本周干事潘家军姐妹聘期直到今日吼，那因为个人因素就不再续聘，我们感谢她为我们教会的付出。第三点，下主日为青年事工主日，由神学生吕少伦老师讲道。那会中会有安排社青、学青、青少期做各样的服事。第四点，申报所得税所需要的证明已经放入11奉献袋内，有需要的兄姐请自行取回。第五点，5月7号到21号，牧师参加土耳其特会，那期间有任何有需要，请联络代议长老冯林辉长老跟庄芳美长老先行处置。第六点，本会招聘干事，那有相关内容，请看公布栏。那有需要的，请联络我们的尤佩瑜执事。知悉消息报告第一点，5月2日在第2次南洋区区会在东山教会举行，那由牧师代表。第二点，5月6号在本会总会举行了2023年的暑假及主日学教员研习，那有需要的请下主日学校长。第三点，5月6日下午的4点到6点，下午的2点到4点，在五节教会，那七星中会妇女团契举办5月的聚会，那有需要的姐妹请向妇女团契会长李家俊会长报名。第四点，5月10号的上午9点半到12点，在南港教会有松年部举办的第1次感恩礼拜，那有想要报名的人，请在5月5号前向陈丽淑姐妹报名。第5点，5月16号，那总部有举办参访教会事工的及走读灾后复健的林肯大郡，那有想要参加的，请看公布栏，并向办公室报名。第6点，5月27号在暨南教会七星中会教育部举办主日学亲师培训，主题是好好生气，好好生气，好好说亲子教养。那讲员是胡老师吼。那报名费是每个人100块。那有需要想要报名的人可以请洽主日学校长琼娥校长报名。那第7点
6月19号，七星中会松年部有举办龟山岛的宜兰风情日游，那有想要参加的人可以向陈立淑会长报名。第8点跟第9点的活动内容，请各位自行参阅。那有关教会的出席及各项的奉献报告，请各位自行参阅。那如果里面有出入的部分，请尽快跟我们的办公室做联系。那牧师有要补充的吗？这平安。咱搁一届多谢吴英俊传道师来到伫咱中间来宣扬上帝的信息，也带来真美好的音乐的礼拜。咱搁一届鼓掌吼，来多谢咱嘛透过咱安尼，甲因支持，因伫咧即个安尼各国即个推广的即个音乐的宣教即个事工，互即个事工会通安尼帮助搁较侪所在，会通透过音乐来领受上帝的听，也伫遮会通安尼来接受到即个即个福音的种子，会通种落伫因的中间。后礼拜后礼拜日牧师就出发去土耳其所以无法度甲咱大家人做伙礼拜，所以先伫遮甲大家人报告总共有3个礼拜日所以即个3个礼拜日拄好拢甲大家人无安尼无见面所以伫遮先甲大家人先报告伫咧即个无伫咧过程的时阵，若假使咱游园有啥物安尼紧急的代志需要处理请甲安尼咱的帮长老以及咱的阿美长老安尼来接协游园会使安尼先大声来处理伫咧小会部分原来嘛有就是讲若有真正正经紧急的代志的部分原来会托咱伫南洋区的遮个牧者来协助处理安尼若确实有即种情形期待无遮个代志来出现安尼过来就是迄个咱今仔日礼拜煞，咱今仔日有即个迄个爱餐所以请咱会通安尼全大家人拢安尼留落来同齐来享用即个爱餐的即个安尼美食咱用咱教会即马照顶回咱的即个开会的结果就是讲特别的节日咱用特别爱餐啦若是一般的那个主日咱就是一般的爱餐但是一般的主日咱游园真安尼用心咱的队长老甲素贞姐透早就安尼对昨就开始准备一直到今仔日安尼因真用心所以咱等下嘛甲因说多谢安尼即个时阵咱要来请咱的干事潘家军来到伫咱中间咱要牧师要代表教会来多谢家军伫咱过去即几年内面伫咱教会担任干事的即个期间的服侍嘛要代表教会安尼，互伊有一个即个安尼慰劳金伫咧即个安尼来好。以上，继续咱刚先来祈祷。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赞美。主啊，我们首先想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许多的事情来向你神你来摆上。主啊，求你能够将我们过去所犯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赦免，因为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这边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这些
在台湾许许多多的官员，这些掌权者，主啊，请你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这片百姓们。主啊，请你带领我们，也请你赐下祝福，让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发生许许多的灾难、战争，让这些事情能够尽早的结束，让这些受难的百姓们得到安慰。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一切摆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工，有牧师、长老、执事及各个团契的同工们。主啊，请你能够接受我们为你摆上的一切，求你体察我们的一切。主啊，请你也赐下你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在服侍你的道路上得到满足。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社教，我们即将要献堂的事情，主啊，我们也要摆在你的面前，求主能带领我们有合一的心来为你同工，来为这样子的远大的目标而摆上。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许许多多的肢体来献上祷告，不论是新的朋友，还是工作上有遇到困难的，还是家庭有遇到一些纷争的，甚至于一些为病痛的长辈们，主啊，我们都要把这些事情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但你会赐下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在患难跟痛苦当中不至于迷路，不至于迷惘。主啊，求你将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和赐福我们。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青年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未来。主啊，他们也是你未来的同工们，请你赐福于他们，让他们在学习的课业当中，以及他们在经历社会的许许多多磨练当中，不至于跌倒。纵使跌倒，也请你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勇气站起来。主啊，我们将把我们一切的未来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只是咱要唱吟祝福诗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因此，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选手。咱总共吟2遍。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即个音乐安尼学乐的礼拜，主阮要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不断来主你来献上阮的学乐的祭，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不断来献出阮的赞美甲学乐，来人来报扬主你伫阮生命内面迄个奇妙的所在。互阮侪侪人
因为有法安尼时常来人传讲主理所宣扬的大信息，因也要来甲阮领受对主理来迄款安尼迄个大的祝福，稳定满满伫阮的四周围的中间。那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避讳祈祷。后一首诗歌，我要用遇见爱，用诗歌来祝福各位的生命跟敬拜的一个脚步。这首歌最重要的，因为伫咱保罗的信息内底有讲，咱所敬拜是永远活，是永恒的一个路程的一个神，所以我用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遇见爱，来跟各位做最后的祝福。这首诗歌短短3分钟，望咱伫遮静静默想，承受今天早上所有你悟性可以了解的一个了解上帝的一个祝福，把这个祝福带回到你的工作。带回到你的一个家庭里头。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爱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爱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遇见所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徒保罗答咱的团员老了后代的信息说：“我所仰望的，就是永生的耶和华。”单这个字就能够引领你的生命，很简单，永远活的进行。好，来，咱这位来念好不好？你建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好举手，人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爱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遇见做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今日姊妹佫继续来继续吟后壁还佫2遍咱的敬拜差不多1点外钟尔，但是咱的生命是，不是1点外钟，是永恒的，永远有效用，好不好？大声佫来吟2遍哦！遇见主的爱，遇见主的爱，遇见主的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
我眼目常遇见主的，是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是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兄弟姊妹，咱的敬拜可能占你几分钟久，占用你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的敬拜的生命是永远有效用的，阿们。好，所以今仔日礼拜有较长淡薄啊，但是希望将这个领袖带去到你的工作、甲你的家庭，和你的子孙得到上帝的祝福，敬拜到这，安尼会使会当帮恁等阿们。谢谢，多谢咱的牧师、牧者，多谢你，互我有机会见证。好，感谢。补充者我遮有 CD 结果CD 讲因为信歌队拢拉袂了剩歌本遇见爱的歌本你遮若讲有要爱继续台湾参考谢谢上帝赐福。